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月19號星期一嘅晚間新聞報導，睇睇加國嘅消息。唔知大家通常幾點食 lunch 呢？都不外乎係12點、1點㗎啦。但係墨西沙加市一間中學呢，因為收生過剩，該校嘅飯堂又唔夠大，安排所有學生一齊食晏喎，所以就有部分嘅學生返學嗰陣時呢，返咗個零鐘之後，就9點50分到啦，就食晏啦。都幾陰功㗎！本台嘅特派記者趙正春就訪問咗該校嘅10年級嘅學生㗎，我哋睇睇。唔該晒你嘅蘇檸檬，喺我身邊呢，就有個 Grade 10嘅學生喺度㗎。你 Grade 10？係啊，我冧咗10年㗎啦。以前都唔使咁早食早餐嘅。冇啊，鬼叫咧！而家學校咧收咗咁多學生咩？而家咧又要咁早食 lunch 喎，仲要係3點喎。媽咪仔，唔好咁啦，唔好咁，乖，你唔好咁啦，唔好咁。哎呀，你都成30歲人咯，成熟啲啦。現場情況報導完畢，交翻俾你啦，蘇檸檬。哎呀，唔好搞！唔該晒趙正春。9點踏10，我先食緊早餐嘅。國際消息，《環球時報》報導，美國官員表示，初步調查證明，當地時間7號晚發生嘅卡塔爾外交官喺美聯客機上試圖點燃孩子嘅事件，孩子係指一對鞋個鞋，可能並唔係恐怖襲擊喎。呢名外交官可能係喺機上洗手間裏邊食煙引發虛驚嘅啫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我哋睇睇案件重演先。官員喺洗手間裏邊呢係做緊大事㗎，做大事嘅時候滿滿地就煙引起啦。咁喺煙引起嘅時候，佢就攞起支煙啦，準備食啦。點起嘅時候呢，就點知俾人發現咗喎。俾人發現咗嘅時候就臨時臨急啊，冇煙灰缸喺度啊，點算呢？所以就隨手執起對鞋，然之後呢將支煙擺落去咧整熄佢。點知係充滿沼氣，跟住着火添啊！跟住佢將呢個時候整熄佢啦。點知整熄嘅期間啊，就有人衝咗入嚟拉咗佢啦。吸煙咧真係危害健康㗎。睇睇娛樂嘅消息，香港早前有報導指歌手謝安琪會亮相亞視亞洲星光大道2㗎。不過謝安琪上次以失聲缺席前日就兌現咗承諾啦，兼亮相2個節目。對於首次踏足過亞視有咩感覺呢？阿 K 就向本台發表咗段講話㗎，我哋一齊睇睇啊！忘掉種過的花，從新的出發，放棄理想吧。哇，好新鮮啊！我第一次入嚟呢度，好多地方未去過，唔好意思，走音添。我想周圍瀏覽一下啊嘛。我喺亞洲星光大道2呢度唱咗首《藝伎回憶錄》，現場觀眾氣氛好好啊。你問我怕唔怕同無線嘅關係冇得修補？我都只係做嘢啫。正所謂陳總話齋，真的假不了啊嘛。我都要揾食㗎，我老公又靠唔住喎。TVB 又封殺我同我老公，我唔會諗太多背後嘅動機㗎啦。有得唱就開心㗎啦。忘掉種過的花。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嘛，人哋都係揾食啫。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啦。我係 URT 嘅蘇檸檬，係檸檬嘅檸檬，再會。